你一日大戇牛，三唔死出阿牛，五落庫賣錯晒，切切切切，天龍發保證啊，打這粒也未磅啊！你甲屙出來要創啥？來恁倒啥？食飯啊！阿亮啊，你的兵单来啊啦！啊，那边做，我跟阿亮要结婚啊！即马还有一点仔时间哦，恁若有啥物话，赶紧讲的啦。咱来走，只要日本人抓袂到你，就不要紧。你是你起笑笑，日本人的户口管到这么严啦，你敢怎会去哦？你嘛袂当叫我来抓阿亮啊！那刀柄是死罪一条呢，是我先去甲日本人参详，叫日本人去抓，安尼才免清杀。我是救伊，唔是害伊。掉炮下，你快钱快钱啊！阿亮，阿亮，阿亮！我啦，既然咱走袂去，咱就爱认命。你一定要我来回来，你要我来回来娶我，你有听到无？天公伯啊，阿亮啊，你敢回来啊？回来啊！昨下你去南面了，伊就唔捌行脚到。你莫期盼我在南面有发生的代志，好不好？阿亮，我永远是咧爱你阿强，伊咧自细汉甲你做伙大汉，怎会记得你爱阿强啊？这车袂歹咧。到即摆连小妹嘛要卖哦。我唔是无爱你，只是发生伫咱两个身躯顶的代志，迄真正有这尔简单，就会当甲放袂记。生存毋是简单的代志，敢若有食几苦的人，感觉才会这么牙齿。